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0月初8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6篇第1节到12节，耶利米书第28章第1节到17节，路加福音第5章12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假。咱谈论过真甲假这个主题。基督徒拢知影，伫这个世界，只有一个真神，并且呢，亲像彼得所讲的，无有想事别个拯救，就是天下的无阁有想事别个拯救。有真，当然就有假。咱咧讲真诶，袂价值；假无法度变做真诶，这是不变诶定律啦，伫无偌久之前，有人控告中部某一间真出名诶宫庙，因伫几年前所做迄个金像是假。后来检察官公告调查了后，公告讲这个神像毋是全金的啦，因为过了10年的做咧追溯期了后，就无起诉。无论是毋是纯金啦，那照你讲，纯金无可能来做雕像啦，因为伤过软，合金才有法度做啦，这需要对这个合金，也是讲这个炼金师，也是讲雕刻金的师傅，来做成的这个偶像，绝对毋是真神，这是嘛真确定的代志啦，而且咱知影，伫即种人所创造的偶像假神明的这个宗教组织内底，要搁进一步来造假的机会非常容易，其实不只是台中这个宫庙伫金钱顶悬，伫偶像顶悬动骹手，还有其他真济的宗教团体嘛，真有可能拢会安尼做。就算是咱看见上帝所呼召以色列人中间，或者是讲基督徒一寡真有名的牧师，也是讲教会嘛有造假，或者是敢若想到私人的利益，即种代志发生。伫耶利米先知的时期，有一位真有名的假先知，伊的名叫做哈纳尼亚，伊出现啦哈纳尼亚竟然伫这个圣殿内底公开，而且佮对耶利米安尼讲，上一年就是西底家做王第4年5月，基遍人亚述的囝哈纳尼亚的先知伫圣殿内底甲我讲话，伊伫祭司群众的面前甲我讲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我已经甲这个巴比伦王的管辖甲讲出啊。伫2年内，尼布甲尼撒所甲咱夺去巴比伦圣殿的器皿，要全部运回伫这个所在。犹大王约雅敬的囝约雅斤甲其他做伙受掠到巴比伦的犹大人，我也要将因拢总带倒转来。是啦，我确实已经讲出巴比伦王管辖的权柄，我上主安尼宣布。这一篇配合着以色列人期待的预言，并毋是上帝所讲的。伫进前，咱分享过，上帝捌宣布讲，并毋是我交代因讲的。
上帝先知面对这个济的祭司甲这个群众，伊并无惊吓，也是烦恼。伊耶利米犹原忠心来传讲上帝的话，伊讲接续着当着祭司甲圣殿内底徛伫群众的面前，我对哈拿尼亚讲。但愿是安尼啦，愿上帝照你的话来成全啦。我仰望上帝会实现你的预言，将圣殿的保密甲所有受领对巴比伦带转来这个所在。但是你得爱留心听，我要甲你甲群众讲的话。自古以来，伫你我以前的先知已经有言有战争。有饥荒，有瘟疫，临到济民族甲强国。但是有言和平的先知要等甲伫时的预言才会实践，人才会承认伊确实是上主差派的先知啊！伫即个中间，咱看见记载有几摆因的回来回去。耶利米犹原宣讲上帝的预言，安尼讲着。这个事了后，上帝吩咐我甲哈拿尼亚讲：上主讲，虽然你会通压制插头的骹车，但是另外一个做铁的骹车要来代替。上帝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。我要将铁做的脚车交予各国，因着爱降服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。上主讲是甚至要将野兽也交予尼布甲尼撒王来支配。我又搁哈拿尼亚讲，哈拿尼亚，你听上主并无差派你。你却叫这个人相信你讲的白贼话，所以上帝讲伊要消灭你，你要伫今年的内面来失去性命，因为你鼓励人背叛上帝。有影伫无偌久了后，哈拿尼亚就伫当年的7月来死去啊！这种的假先知、假预言、假应允，当然是袂实现，无有办法互以色列人得到安慰，因的受领袂因为安尼来得到讨放。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囝，这是真实的救恩，是真实的上帝所赏赐的。耶稣基督伫传福音的3年中间，医治是伊真重要的工作。咱称作神业，伫当时用医疗行为无法度成就的，耶稣基督行了神业，互人得到医治。路加福音第5章12节到16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医治一个全身躯生胎膏的病人，伊看见耶稣就拍拜伫耶稣基督的面头前讲：主啊，只要你肯，你会通互我得到清气。咱注意听伊所讲的话，伊讲只要你肯，这就好那亲像耶稣基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讲：顺你的意，毋是顺我的意。耶稣就应讲：我肯，你清气吧。耶稣基督又搁甲伊讲：耶稣吩咐伊毋通将这个事甲别人讲，直接去见祭司，互伊替你检查，然后就照摩西规定献上祭物。大家证实你已经清气啊！安尼医治是真实的神业，
是上帝所赏赐予世间人的。只要人愿意祈求，并且愿意顺服、接受救恩，安尼就要得救。因为迄是上帝真实的应允。诗篇66篇第1节到12节，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，唱歌称赞伊的荣光，用学乐的话显明伊的荣光，着对上帝讲你的作为哪里通惊畏？因为你的大权能，你的对德会降服你，全地会敬拜你，吟诗称赞你，为吟诗学乐你的名。来看上帝的作为，伊对世间人所做的真通惊畏。伊予海变成做大地，予伊的子民行过河。伫遐，阮因为伊来欢喜。伊用伊的权能永远统治，伊的目睭监察列邦。悖逆的人毋通自高，万民啊，着称赞阮的上帝，互人听着称赞伊的声。伊保存阮的性命，互阮坚固徛在。上帝啊，你有试验阮，锻炼阮亲像锻炼银。你互阮入牢网，用重担塞伫阮身躯。你用阮人驶车经过阮的头壳，阮经过水甲火，总是你带阮到伫宽阔自由的所在。感谢主，真实的上帝，你赏赐医治拯救阮，求主帮助阮，成做忠心的仆人，传讲你真理的话语，带人归主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